开始，天天笑甲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，公娶孙，爸娶囝，翁娶某，妹娶兄。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洗一个目尾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欢迎收看《天天要开心》。今天要跟恁讲哦，这当阵已经6月4天啊，所以哦，性情迄卖遐尼博哦，火气卖遐大呢。对，你看迄6月4天啊，大家心情压杂啊，心公火大。嘿，啊，较会容易变发脾气。呀吼，莫讲啥物，安那？刚才讲哦，开车就好。哦，开车。系啊。哦。开车你看头前人开慢慢，你就对轮袂掉咧，就个叭哎，头前迄个起码几摆，伊毋是驶较紧哦，伊就动起来，啊就驾驶就行出来。哦，我即嘛是你扒什么意思啊？你毋捌扒着是吧？哎呦，你毋捌看到歹人是吧？安尼啊。原来要冤家啊！系啊，所以大家个个性拢会较朴素。但是要注意呢，注意啥？我一个朋友哦，真正哦，伫高速公路甲人就车相压，车动起来，动伫高速公路，要来甲人理论，拄来呢，后壁佫一台一个，即摆是天公啊！真正手手袂安嘿，所以讲啊，吼，迄就是伤过色情啊。对啦。伊若小润一个，好啦，你甲我把我就开较紧，还是开较边啊，还是互你过，毋就无代志。对。你最近涨啦，涨尔啦，嘿啊，涨咱陆剧嘛吼，啊，就来，我就伫迄个2号高速公路，啊，我就想讲，头前就顺顺咧行啊，倒手边，迄是快车道哦，但是一台迄落拖车，佮载足重的迄落铁板啊，啥物玩意？嘿，安尼，啊，我就对倒正手边吼，我想讲，过啊，就超过伊啊，啊来遐头前有空隙嘛，我想讲安尼我会当切入去嘛，吼，结果准备要切入去，头前开始打洞啊，后壁迄台一把我全经过刷出来，我只刷出来，伊都打洞啊到迄台车里，我一声啦，为着要抢迄1秒钟，我就看照起来，嘿，就去。我一听你安尼讲，我感觉我唔敢开车，太恐怖咧。不是，迄航班会紧张，你知道吗？那尤其是你伫高速公路，你无法度讲临时靠边停，迄最恐怖的呢。我唔敢开车。8、5分做足侪种，有个把吼骑落，让，前面的车让。总共一句，他这热天时啊吼，咱一定爱家己降温，火气慢。这么简单啦，你若火气大边，放一个冰嘛，啊，那火气要压起来，冰卡一嘴啊就。这个有冷却作用。哎呀，都袂生气啊，火气就降落来啊。降温的好办法，你嘛知啊，就是看咱轻松佮趣味的得叫。哎呦，我，哎呦，你哪倒咧食啊？啊，莫讲问，讲问咧，我毋是倒伫遮，我是倒伫殡仪馆。拄啊，起来，坐我内底。较脆啲哈。哎呦，帅哥！如花啊，不是如花啊。较细粒较搬的吼，搬入去内底哦，较细粒的。细粒。哦。有了搬啊。会长。哎。啊，拄只搬2箱，即摆搁搬2箱，要到底是爱几箱啊？拢共有6箱啦。哇，6箱嘞哦！哟，嘿，还搁有2箱的哦，紧去搬入来哈。会长，这么是你搬什么4箱搁搭？你看安尼讲啦，会长哦，安尼叫人搬6箱的水果来。嘿啦，你安尼目睭就无好啊咧。你目睭看人大细蕊，你一蕊是安那，去互喇叭高调是？伊就6箱，啊，我连1箱都无。哎，青啊，毋是你想的安尼啦，这6箱水果吼是要搬来互如花小姐食的。啊，钱也毋是我出的啊，我是受人的拜托，把这水果搬过来安尼尔啦。你意思讲，原来迄个小姐出的钱？对啦。是讲哦，一
困到食个人伤，嘛伤寒啦。你就看有法度啦。啊，咱困到要买遐济啊，对无？汉世人祖公喊来看去，讲为你家种。钱啊，钱啊！我来想讲，这个水果，听我排水果啦。啊，你拢搬好啊？哦，拢搬好啊你啊，辛苦恁吼。啊，恁两先等去休困啊。我来啦。辛苦辛苦，慢慢行啦哈。对啊，上头个鸟。喂，麻烦你签收一下。哈，这我爱签收哦。有啦，当然爱签收啊。啊，若无吼，等下去互人就话讲，甲这6张水果是我暗藏的，还是讲吼我食去，啊，这针就衰甲去互伊啊夹着，对无？来签来签。对。签名字都袂歹。上面。哎呦，滚啊！是啊。你先啦，你先啦，啊！伊哦，好，迄毋是我咧讲的，啊，伊就巴肚疼，啊，所以我回伊转来。滚啊！热天时啊吼，食物件要较注意，爱先洗手洗好清气，才来食物件。因为如果规个细菌拢食迄巴肚，你毋通袂记。热天时啊，最容易吼，生生只有诶无诶细菌。那你就唔知影读，唔知影买，我这有原因的啦。如果你入去困吼。好好好，我来休困。哇嘿，我的一颗心，啊，献给一个人，只有他能接受。好啦好啊，莫搁唱啦。哦，我甲你讲，安尼唱几路，大家拢当作原声咧唱啦，歹听，还免安尼吼，更笑死哦。超骨啦，嘿，如果看起来敢若足听你的话哦。啊，听我话老效，我嘛是去用修理甲金死死。哈？公公，喂。你毋是巴肚疼，这是用修理啊？嘿啦，啊，就煞毋知影如何讲哦，因为伊实际都歹哦，一个朋友才走了了讲对，你生了就是歹，歹了有嚼哦，较袂硬，啊，就两个穿乌衫，你也甲我摸甲安尼，你也看我换安怎早就早就甲你警告过，讲你讲话啊较细腻的，你毋通安尼甲我讲个屁想甲遐尼歹听，无怪你叫摸，应该啦。对啦，滚啊！啊，你平时讲话吼，拢无咧关情顾啊，啊不该讲的三咧乌白讲，啊莫怪去用拍。啊，你两是好话袂啦。虽然讲我棍啊吼，有时阵讲话无啥咧经过大脑吼，啊不过你出手共拍咧都毋对啊，对啊，你讲暴力都毋对嘛，对吼？对啦，我是姊个，你上听我，你上关心我。哇免诶，棍啊，喂，这边吼，你去用拍，啊你就只好自认倒霉啊。是讲后边吼，因若讲安尼吼，你就甲借过，借就找算上。但是我话先讲正经，你莫搁后边讲话，啊若无我就。哦，我甲你讲哦，咱这个代志一定甲如果吼调查清清楚楚，要若无安尼继续甲恁控制咧，咱生活就足艰苦的。是诶，会长啊，真正讲安尼有理呢。啊你吼，较接甲因遐人接触啊，你无想办法吼，甲因老话，看这如花吼到底是啥物来历啦？我知影，啊我会找机会吼，试看卖啊。哦，你开始就紧哦吼，如我就紧哦离开这个所在，啊若无伊加大一工哦，我性命就减换一工，我规工提心吊胆。哦，这个臭如花、漚如花、垃圾如花，这个如果你是早如，这如吼生得水，吼，敢若花啊，敢若牡丹花，敢若玫瑰花，敢若仙女下凡西施。滚啦，人已经走啊，你敢若头拄学这两个无吼？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哇耶耶，我爱你在进口人开，我不是应该做铁针吗？我爱你在进口人开。多谢小姐。啊，我是毋是有唱歌的天分？是讲吼，如果小姐，我是感觉吼，啊你迄唱歌声音吼，若讲咧小调整者，哇，你就是大歌星。真真嘞？当然嘛，真实的啦。啊是讲吼，我是感觉你爱个加油。哇，我来遮大吼，啊你大家拢对我足好的，我吼，搁甲我鼓励，啊我足欢喜的呢。打，水果切了啊，摕好锅啦。你是讲袂咧听哟，讲话高气，较客气。好，
如花小姐，请吃水果。敦啊，到这里，是的，如花小姐，我就看你明明足欢喜咧，无代无志，搁要哭。无啦，我就足感动的。我头一摆有查甫切水果互我食。好啦，如花小姐，你若爱食吼，我会一直切，食到食互你食好爽，食好欢喜，食好吐吼。哦，有你遐尔啊热情的服务吼，我会足爽的。哦，阿七，嘿，小妹，这位小姐，你是因小妹？是啊，我是伊的妹妹，我叫做如意啦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伊来伫外口求，不是啊，伊伫咧外口等着啦。伊讲拄则为美国转来 ，come from America。伊讲要来找如花啦。你好，如意小姐，我是开心民宿的小老板，我叫棍啊来，一支。欢迎。棍啊。喂。啊，这位一定是丽丽姐哈，丽丽姐你好。你哪会捌我？什么才捌你呢？连阮兜就拢知影，好大细拢知。我甲糖什么关系？伊嘛知啊。啊，阮姐姐来恁遮住，受到恁大家照顾，真正真多谢恁呢。哎呦，免客气啊，来就是客，恁来这阮先生甲你照顾。多谢你。小妹，咱来去饭厅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姐。好，恁入去办先吼，啊有啥物代志再找我。好，你是下面你马上好。我你去注意哦。恁小弟棍啊吼，开始迄个性佫举起来，低高，你要注意。我懂。滚！姐，你叫我。棍啊先生。喂。我即摆慎重甲你讲，吼，唔好搁兴奋哦，头壳爱较清醒点。阿姐啊，我嘛慎重甲你讲，我袂搁兴奋啊，我的目标已经出现啦，我的好伙伴，我要来泡咖啡啊！莫搁泡咖啡啊，过来！吼，大概拢用这部的泡咖啡，吼，去拍妹妹。这部真好用。我看吼，我的咖啡吼爱甲藏起。啊对，我跟你讲，为即摆开始，你就开始无用咯。如意小姐，你去看嘛，这所在安尼风景好无？阿公哥哥，喂，你是做体贴的呢。我才拄对美国转来，啊，你就带我甲阮阿姊安尼四界去行看看，真多谢你诶。哎呦，免客气啦，这算我在地啦，所在我较熟悉恁行嘛是应该吼。你两个吼，走有够紧的，我拢遛袂着呢。阿姊，无啦，来遮坐。阿公哥哥，你嘛坐啊？哎呦，你起来啦，去买饮料，我等下带你去买遐无？我知影，你要啉倒一串的？凊彩倒一串拢无要紧啦。嘿哦，好，我知。你等我马上转来。好啦，进去啦。来，如意小姐来啦，咱遐坐吼。阮姐姐吼，敢若做听你的话呢。都算大家熟悉久啊啦，爱真听我话吼，乖敢若狗咧。我看会出来，阮姐姐住伫遮吼，伊足欢喜的。这一切哦，拢是恁的功劳啦。哎呦，免客气啦，算大家算有缘啊，对无？要转来啊！你哪遐紧啦？我用走的啊。你唔知哦，阮姐姐较早吼是跑步健将的，伊的速度足紧的哦。你就知影我无爱食甜，要食甜，迄换啦。好啊，马上去。等，我跟你讲吼，用行的莫用走。迄用走的吼会交流汗，所以吼心脏会站袂牢，对身体唔好吼。你阁真专听我呢，我知影用行的。对，用行的吼，而且吼莫行伤紧，2步做3步、4步、5步、6、7、8、9、10步行，慢慢啊行，一头落山自然才等下就好。OK， 姐啊，慢慢啊行，慢慢行，像古咧树安尼吼，慢慢啊行，吼，唔好收早转来吼。阿公哥哥，有一件代志，我想要问你，唔知有方便无？方便，做你问啦。
唔知你即马有女朋友无？我没有没有。那呢，你对我甲阮姐姐印象安怎哈？嘿，足赞的，我改。卡叔，老进一步的交往，你会感觉伤紧无？别，拄好，因为我有会啊，吼，愈紧愈好。阿公哥哥，喂，你讲话吼，实在是足坦白，足直接的，我愈来愈介意你啊！你用行，我那才紧就转来哈。好，笑死人！你要恁的呢？哪会当互你等？当然嘛是愈进愈好啊！好啦，免遐认真啦，我代你当我袂退焦啦，互你啉啦。好，多谢呢。我带好吼，足脆大。好啦，紧啉啦，莫用多甲我写。我敢若咧灌大狗哩嘛。丽丽姐，你叫我甲阿公哥哥带出去佚佗，尽量莫害伊伫开心民宿哦。嘿啦，彤的，拜托的啦。为什么啦？那着去问啥？为啥用脚头去想嘛知？伊是惊吼阿群啊吼，迄个性佫硬起来。嘿啊，所以伊惊佫强无，所以佫就去带出去，甲斗相共一下啦。嘿啦，彤，你嘛知阮群啊迄个个性啊，对无？若看到迄较水的查某囡仔吼，就安尼抢我去，一直要共拍呢。重点是拢也无好结果啊。为着安全起见吼，真正要拜托你啦，斗相共一个啦。交朋友哪有啥物关系？若要得讲吼，大家有缘。对方佫甲伊阿公哥哥，丽丽姐，你是加一个地夫安尼，安尼就好个呢。问题是若会当像你讲的安尼遮尔圆满，当然是好啊。重点是万不然若佫拄济，我真正无才调甲救安尼。有影啦，你考虑这真正是对啦。群啊，迄个敢若沙龙拍死，爱一个看一个，爱一个看一个，爱一个。真的呢，伊即嘛咧介意如我，因小袂如意咧。嘿啊，到时阵哦，若小拄济嘛，迄就艰苦啊，斗相共一好啦。好啦，恁既然都安尼讲吼，无我即几工，我就甲阿公哥哥带出来外口，尽量莫害伊接近阮两姊妹啊，安尼好无？得来了，我就知你想好。头家娘，你出运啊啦！出运，有。丽丽啊，你本来毋是开水果行，即嘛开礼品行。会长，歹势吼，即马安尼遮尔济礼物伫遮，这是啥物情形？这个礼物哦，拢要送互你的啦。要送互我？有。是啦，你好啦，我是卢我小姐因兜的管家，这礼品吼，拢是阮头家叫阮张工来送丽丽姐。原来你就是管家啊！不怪你遐尼保护如花吼，安尼我知。歹势啦，较早吼，若有甲恁麻烦的所在吼，请恁多多包涵。无，连一点嘛无麻烦，唔免计较。这位美丽管家，你等于甲恁头家讲一下啦，就免咱恁接到咧所谓礼物送遮济吼，安尼歹势呢。头家娘，唔能安尼啦，这个礼物哦，还佫足济呢。只要吼你群啊若忝头，嘿，你要爱啥就有啥。小弟，会长，你怎讲这啥物意思？爱阮群啊点头是要爱阮群啊带个啥物代志？是啦，阮兜小姐吼非常介意恁兜群啊先生啦，所以阮这抓来赶仔礼品是要来甲恁提亲的。你即摆讲啥？你来甲阮群啊提亲？笑干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位乡亲，今日要甲恁讲的俗语就是自作天作，就是讲看田面嘛爱看人面。什么意思？像讲咱咧做田做事啦，咱一口灶有3-4个当啊做呢，咱做的是遐尼看几啊家，做袂起啦。卡手无够。你若收成的时阵，你若迄个时间无够吼，迄个水果啦是讲稻啊，愈来愈老。哎呦，我会剥下去。是啊，所以就安尼就袂用啊。所以就要请吼咱的厝边头尾来甲斗相共。煮一个点心互因食，无工钱呢。哎呦，你讲这我才想到，阮店嘛下间我做田吼，哎若种土豆先，土豆好啊，收成啊，但是
甲因两个老尔啦，无骹手啊，要慢慢甲当时。拢你去遐斗做？无啦，我伫台北无闲，趁钱拍甲冷去啊。厝边隔壁自动拢甲因斗馒头斗斗3工。哇，真好。啊，人厝边隔壁，嘿，阮土豆好啊，阮去甲考，下你内行的哦。哦，大家互相安尼。哎，阮在细汉的时阵啊，拢嘛爱读册啊，爱打黄的呢。啊，所以叫做搬工。哎呦，工来。哎，就是大家拢搬山啦。大家拢爱讲好好哦。差不多这礼拜是恁兜要挂稻啊，后礼拜因兜挂稻啊，过来因兜挂稻啊，一定爱讲通好。是家招拢摆好。啊，所以呢，这站是来阮兜挂，啊，迄站去恁兜挂，安尼叫做搬工。哦，啊哪里？阮兜无种田啊，我一区尔。一区2分外尔，2分外，无甲一家。无啦，我是知影讲吼，就是像讲咱若大家结婚的时阵，咱装卡的时阵啊，啊，毋是拢讲啊，你来甲我斗3工啊，啊，无阮娶新娘无用，你帮我烧圆啊、煮圆啊汤啊，嘿啊，你帮我招待人客安尼。斗骹手。系啊，后摆换到咱要叫人买来帮忙啊。伊拢伫烧圆啊汤的。哦，安尼在恁兜会歹哦。这种的圆啊汤甲迄种的佫无共呢。所以呢，我是感觉讲吼，真正迄就是迄装卡迄种人情味。哦。吼，咱即摆伫都市敢若较汉尼看到，嘿啊。真正味足重的啦。真正我，什么？人情味，人情味。你敢咪讲过人家？喂，较亲切感大家拢要安尼。我来休一个，30分钟伊个到了，要个甲恁讲再会咯。哎，咱今天天又开心呢，要甲咱各位乡亲讲吼，人讲买田就看田地，娶某就咦看牛嘞。总是命，你啊你，听甲又签算情命，问啊问，问咱爱情安怎行？无未来，只有点点来临。